鼓手出嚟，咁咧我哋就第一次唱歌就係佢，咁因為我哋個樂隊咧就個歌手就我嚟，咁我就係樂隊個琴手，另外即係間又有一個吉他手都會唱歌俾大家聽，希望大家咧俾多啲掌聲鼓勵，因為佢哋第一次唱嘅嚇，多謝晒，而家 Nancy 出場。